佛心就係大慈悲心。你能夠念佛念到你嘅心同佛同樣嘅慈悲，就會自然對一切眾生有施捨嘅心。有施有捨，一定會福慧增長。愛心係睇到即刻伸手去做，眾生得救係人生最大嘅享受。普愛眾生嘅心胸就係大慈悲心。華嚴經，諸佛如來以大悲心以為體故，因於眾生而起大悲，因於大悲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成等正覺。無論修習何種法門，都唔能夠離開大悲行同埋菩提行。若只守戒，只用功精進，欠缺寬大嘅慈悲心，非但缺福，更有接咗福。悟到咗佛心幾深嘅意義，有苦難嘅眾生需要我去幫助嘅時候，即立即設法探訪，一舉手一投足，無時唔係念法眾生，無時不是在念佛心。要將自己嘅內心陶冶得寬大、柔和、慈悲，咁先能夠發揮真正嘅愛心。悲即係同情心，能夠互相寬諒、容忍，表現一分寬心。愛心即係悲心。人生最幸福嘅就係能夠寬容同悲憫一切眾生。慈悲喜捨呢4個字分開嚟講，慈喜係娛樂教父，而悲捨係拔苦救貧。慈就係愛，係清淨嘅愛。無緣大慈係指冇污染嘅愛。佢同我雖然無緣無故，但係我卻能夠愛佢，愛得佢快樂，我亦冇煩惱。呢個就係最大最清淨嘅愛。要慈眼視眾生，將無形化為有形，將理論化為行動。要時時刻刻攞出一分，我唔去救佢哋，邊個去救佢哋嘅大慈大悲濟助精神。能夠咁嘅話，塵世亦都可以成為淨土。慈悲係救世嘅泉源，但係無智不成大悲。有咗智慧，先能夠發揮無窮嘅毅力同慈悲，咁先至符合佛法之中嘅悲智雙運。菩薩精神係永遠融入眾生嘅精神，要讓菩薩精神永遠存喺呢個世界，唔能夠只有理論，亦要有實質嘅表現。慈悲與願力係理論，服務眾生嘅工作就係實質嘅表達。我哋要將無形嘅慈悲化為堅固嘅永遠工作。倘若能夠以愛待人，以慈對人，則不惹禍傷身。所以做人應該吃啲虧，做個大智若愚嘅人，將氣憤嘅心境轉換為柔和，將柔和嘅心境再轉換為愛。如此呢個世間就會越益完美。我哋應該提出愛嘅精神去原諒別人，即使別人真係喺度鬧我，亦應該攞出呢份愛心去原諒佢。咁樣日常工作同埋生活就會過得好快樂。呢個亦都係惜福。你能夠付出愛心就係一種福，你能夠消除呢啲煩惱就係慧。所以話福與慧雙修並唔難。多同病人講一句話，雖然只係一句，但係對病人而言卻係關懷無限嘅表示。每同一個病人多講一句話，亦係多念咗一聲阿彌陀佛。人生最幸福嘅人就係能夠寬容同埋悲憫一切眾生嘅人，能捨先至能夠得。人生在世要做嘅事實在太多啦，何必再去計較啲小事呢？既然係取之於社會，就應該用之於社會。我要對社會多做一啲實質嘅回饋。大慈悲為室，柔和忍辱衣，諸法空為座，處此如說法。妙法蓮華經。如果讓學生數食2年定能脫胎換骨，不但生命健康，連慧命亦養得夠。大家千萬唔可以痛惜學生一時嘅口福，
而敗壞咗佢哋一生嘅厚德。人如果失去悲憫心，則慧命亦唔會健全。必須用智慧啟發，引導孩子們向善，才能具備美善嘅氣質。待人退一步，愛人寬一寸。不論他人待自己如何，都要用包容嘅心胸寬待對方，寧願自己吃虧，亦要令對方歡喜。絕唔好因為想佔便宜而破壞咗雙方嘅感情。我哋嘅心永遠都係要多留一啲空間嚟關愛對方先至係。如果人人有正信嘅宗教，基督教有博愛嘅胸懷，佛教發揮慈悲嘅精神，就社會可以不治而安。每一個佛教徒如果能夠將宗教嘅教化灌輸日常生活之中，執行喺人世間嘅道路上，自然唔會偏差。以佛陀愛護眾生嘅悲心為依止，才是真正嘅學佛。因為慈悲，亦就唔忍心人哋有苦，無論喺咩情況之下，都盡可能給予別人快樂。一切有宗教思想嘅婦女，應該將身心培養得好似月光一樣慈悲柔和，寬大自己嘅心胸，燃起智慧之光，使一家人甚至整個社會每個人同你相處，都好似沐浴喺清涼嘅月光之中，咁先能夠達到人人愛我愛人人，咁樣先達到愛嘅真諦，邁入人格升華嘅境界。以凡夫心換佛心，把心願打開，無有計較心，將小愛擴展為大愛，用此大慈悲嘅佛心，用此無色彩無限量嘅愛，愛天下一切眾生。救貧要發出愛心，醫療要發出悲心，文化要發出嗰份歡喜心，教育要發出大捨心，慈悲喜捨都係發自一念心。普天之下，無我不愛之人，亦無我不信任之人，無不原諒之人。人唔係死後得救，生活喺人同人相互嘅愛之中，現在就得救。菩薩係國有情，對人有豐富嘅感情，不忍眾生受苦，願眾生離苦得樂，而殷勤快樂嘅去付出。所以佛教注重嘅係現代嘅人生，而唔係死後嘅天堂。佛陀喺將近3000年前曾經講過，頭目髓腦識施恩。現在科學證明，只要你肯布施，你嘅皮可以移植喺人哋身上，你嘅眼睛可以用喺人哋身上，甚至連骨髓、肝腎、心脾都可以移植捐贈。生後將軀體搬出，乃生命嘅延續。絕對冇一個要救人嘅人仲要下到地獄。佛陀亦曾經頭目髓腦識施恩。以菩薩嘅心用喺家庭教育上，用菩薩嘅智慧嚟教導仔女，培養孩子嘅慈悲心，轉聰明為智慧。以媽媽嘅愛心嚟奉獻社會，把愛自己仔女嘅嗰份狹隘嘅愛心擴展到社會上，把世間苦難嘅眾生當成係我哋嘅兒女一樣愛佢。以上係證嚴法師嘅慈悲話語。每一個具有慈悲心嘅人，都係觀世音菩薩嘅化身，因為觀世音菩薩唔係一種相，而係一種悲心。達賴喇嘛。般若通常偏向於智慧嘅空性，菩提就比較重慈悲嘅柔軟。般若係萬物嘅一性，菩提係萬物嘅多性。前者有如湛藍無限嘅天空，後者係黑暗中輝煌嘅日月星辰。前者係一性，後者係萬法。萬法可以歸一，其中並無差別。亦就係話，慈悲就係智慧，智慧就係慈悲，般若即菩提，能稱圓居士。盡我形壽，遍度一切眾生。若有眾生不得道，我誓不取正覺。若我於眾生未盡道時，自棄此能逝者，我之努力為千遍觀世音菩薩。讓我們本住無所求嘅愛心去對待一切眾生，就如慈母冒住生命嘅危險去保護自己唯一嘅孩子。慈悲經。
親切、關懷、慈悲，係度眾生嘅最好方法。聲聞法師，寧可冇用，亦都唔可以冇慈悲，對眾生給予親切、關心、方便咁為佢服務，不可用慢心、輕心嘅態度嚟做事。聲聞法師，愛嘅淨化係慈悲，愛嘅提升係智慧。發心以成就別人嚟完成自己，呢個就係慈悲忍辱。聲聞法師，成就信心平等忍，增長如空大慧心，常樂忍辱柔和法，安住慈悲喜捨中。慈心悲願係現代僧青年最重要嘅修養，因為一個人有慈心悲願，就唔會生起嗔恨心。聲聞法師，